大家好，歡迎你收睇理財顧問之日常，我係阿曹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取消強積金對沖關我哋咩事？唔經唔覺，強積金制度已經行咗25年。當年2000年強積金成立嗰陣，政府已經睇到人口老化呢個問題越嚟越嚴重，需要建立一個政策去幫市民好好預備退休，自己安排好退休之後嘅儲備。喺成立強積金制度之前，已經有好多大型嘅企業有設立員工福利，叫做職業退休計劃，即係 ORSO， 為員工定期供款。所以對呢啲大公司嚟講，成立強積金對佢哋嚟講係唔算有太大影響。相反，中小企老闆無端端要幫員工供多5% 強積金，變相就係增加咗營運成本。作為老闆，一定唔會同意呢一個新政策嘅推出。佢哋就或者會諗，一係就炒人，一係加價，確保公司嘅盈利上唔會有太大影響。所以政府為咗滿足佢哋，令到呢個政策可以順利推出，當時容許僱主可以用強積金對沖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。喺呢度分別介紹下遣散費同埋長期服務金係咩嚟先。一個僱員連續受僱不少於24個月，如果因為裁員而遭到解僱，僱員就可以享有遣散費。另一個方面，僱員連續受僱不少於5年，假如僱員遭到解僱，喺在職期間死亡，因為健康理由辭職，或者65歲以上辭職，佢哋都可以享有長期服務金。無論係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，都係按年資同埋離職前嘅最後薪金去計算。既然老闆都要預備呢一筆錢，強積金政策出現，變相就係幫佢哋去儲定呢一筆錢，所以強積金對沖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好辦法。於是強積金政策就喺2000年順利推出。強積金政策成立咗之後，僱主一直都可以對沖強積金。通常建立一個政策大概需要40年時間，去到25年後嘅今日，政府 review 強積金制度，發現當時成立嘅目標係幫香港人預備退休金，但係強積金對沖令到呢一筆退休金比預期有出入，所以就喺2025年，即係今年嘅5月1號定為轉制日，強積金唔可以再對沖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。5月1號轉制日之前嘅年資係可以對沖，轉制日之後就唔可以。喺度舉一個例子，例如一個員工係喺2020年5月1號入職，佢去到今年嘅5月1號就啱啱好受僱5年。假設佢喺2030年嘅5月1號因為健康理由離職，佢係可以獲得長期服務金，總年資係10年，頭5年。即係2020年至2025年嘅年資可以用強積金對沖，之後嗰5年，即係2025年至2030年得到嘅長期服務金就要老闆俾啦。不過政府都唔係一刀切嘅，為咗協助僱主適應政策嘅轉變，政府推出咗一個為期25年嘅資助計劃，幫助僱主過渡，分擔取消對沖之後僱主嘅支出。唔可以對沖強積金對我哋究竟有啲咩影響？我覺得可以分兩個角度去睇，分別係僱主嘅角度同埋僱員嘅角度。對老闆嚟講，一定係增加咗營運成本，因為未來嘅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就要喺自己嘅銀包裡面拎出嚟。呢個時候，部分嘅僱主會諗，如果我而家炒晒啲同事再請過，咁咪唔使煩。其實呢個做法對公司完全冇益處，因為轉制日之前嘅年資仍然可以對沖強積金，唔會因為你而家即刻炒晒啲人計數埋單而賺咗。所以我建議老闆唔需要特登去做呢個動作。不過長遠嚟講，僱主係應該及早預備一筆錢，作為未來長期服務金嘅儲備，由而家開始慢慢儲定就差唔多啦。至於對僱員嚟講，取消對沖一定係一件好事，你嘅退休金唔會再因為對沖而減少，呢筆錢真係留俾你退休之後用。所以我哋每一個人都應該好好管理自己嘅強積金戶口，定時睇下表現，有需要可以轉供應商。
同一時間，政府推出咗積金易平台 eMPF， 目的就係要減省所有嘅行政程序。強積金受託人已經喺上年陸陸續續加入呢個平台，而家係平台啱啱試行嘅階段，一定會遇到唔同嘅問題。不過我相信會有解決辦法，最終市民係可以受惠到。我作為一個理財顧問，平時其中一個工作就係幫客人處理強積金戶口整合。好多時市民都唔知道自己究竟有幾多個戶口，唔知道自己嘅戶口資料，更加唔知道入面有幾多錢。幫助佢哋整合強積金，首先我哋要幫佢哋喺積金局度做查冊，大約要1個月嘅時間會收到報告，之後就會知道客人有幾多個戶口啦。但係呢一份查冊報告淨係會顯示邊一度有戶口，唔會知道戶口編號，所以我哋需要同客人一齊逐一打去相關嘅受託人問返戶口資料，之後再做整合。當中涉及原本受託人要賣出基金變現，跟住出支票寄俾新嘅受託人，新嘅受託人收到支票之後就要買入基金，呢度又要用多1個月。順利嘅話，成個過程大概需要2個月。如果唔順利，資料有錯或者簽名唔啱，咁就要重新交過晒啲文件，又要再等多1個月，來來回回非常之浪費時間。就係咁講，已經覺得好繁複，當中經過幾多行政程序都未計，需要用到幾多人手，成本就係轉嫁咗俾大家啦。所以市民成日都話強積金收費太貴，唔係冇原因。至於 eMPF 嘅推出，我覺得係一個德政。第日一個 app 就可以睇晒自己嘅 MPF 資料，做整合就會更加容易，管理都更加容易。而且取消咗強積金對沖之後，相信強積金半自由行好快都會取消，市民就真正可以自己揀自己鍾意嘅受託人去管理自己嘅退休金。呢個係一個良性嘅競爭，表現好嘅受託人自然會多啲人用，表現唔好嘅就會慢慢被淘汰。香港係一個低稅嘅地方，冇太多嘅退休保障，香港人需要自己好好安排退休後嘅資金。可惜香港喺理財規劃上面嘅教育係非常之唔足夠，諗返起咁多年嘅讀書生涯都冇教過點樣理財，識得儲錢已經好叻㗎啦。不過我哋呢個世代淨係靠打工儲錢已經唔足以應付未來嘅退休生活。以前嘅人仲話可以養兒防老，咁我哋呢一代呢，就係要靠自己。既然呢一個係事實，而且係大勢所趨，不如就趁而家由管理自己嘅強積金開始，慢慢為自己累積財富。第日想過一個點樣嘅生活，完全係靠今日嘅你有冇好好準備。今日條片就講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